咁啊睇下而家頒緊咩獎先。最佳動畫而家已經頒緊。咁啊，我哋講下有咩提名名單先啦。首先就係咧彩虹少年啦、Arco 啦，跟住仲有就係呢個外星奇遇記啦、K-pop Demon Hunter 啦、愛美麗的奇幻漫遊啦、優秀大都會二啦。咁啊，果然啦，正式真係 K-pop Demon Hunter 咧就贏咗呢個最佳動畫啦。咁今次咧就唔係 Netflix 第一次贏最佳動畫嘅，之前咧其實嗰套嘅呢個木偶奇遇記啊，亦都係贏過最佳動畫啦。咁即係咧Netflix 已經係第二次贏最佳動畫，但係今次咧應該都係比較大家會期待係睇緊究竟 Golden 會唔會贏埋呢個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啦。而我見到有一個人入咗嚟喎，多謝大家啊！跟住就係頒呢個最佳動畫短片啊！咁啊幾套咧，其實咧都係美國本土嘅動畫短片又有啦，有啲係法國嘅動畫短片都有啦。咁包括咗啦，Butterfly 啦、Forever Green 啦、The Girl Who Cried Pearls 啦、The Three Sisters 啦，同埋 Retirement Plan 嘅。咁啊，最後係 The Girl Who Cried Pearls 呢套戲就贏咗嘅。咁呢套嘅動畫咧，其實就係一套加拿大嘅動畫嚟嘅。咁佢係一套咧 stop motion 嘅動畫嚟嘅，係講一個即係後生女啊，咁同佢祖父之間嗰個關係啊嗰啲㗎。喂嗱，我未食早餐啊，所以而家食住早餐同大家一齊睇啊！而家呢個環節咧，應該係做緊呢個最佳電影歌曲嘅表演其中一項。咁而家係The Sinner 罪人們喺度表演緊。其實今年咧，應該咧罪人們喺音樂上面應該都會得幾多獎，但係好可惜咧，佢哋最佳原創歌曲咧，應該就可能較難同 K-pop Demon Hunter 爭，因為始終咧 Golden 咧真係比較hit 啲嘅，但係其實成套戲咧，我覺得喺配樂上面咧，應該都會幾大機會係Sinners 會贏嘅機會大啲。今日啲樣好衰啊，因為冇乜點執啊，就咁嚟就同大家即臨時開，原本都冇諗住開嘅。因為其實我琴晚就有講咧，就話10點前我出咗個 post，即係如果係夠200個 like 嘅咧，我就會再開呢個華萊陪你睇奧斯卡啦。咁但係琴晚最後就得50個都唔夠啦。咁啊諗住唉算啦，大家睇嚟都冇乜興趣。咁但係最後咧，既然今朝早都起咗身啦，咁我之前亦都做咗啲準備啊。咁啊，不如都同大家一齊睇啊！嗱，我隻貓又喺度搞事啊！得啦，唔好搞啦，係咁咬電線，打死你㗎！咁啊，而家咧就係睇緊呢個大會，就喺度播緊，係介紹緊Martin Supreme 呢套戲啦。咁啊，佢入邊咧就揾咗班樂團嘅人咧，咁啊用啲球拍喺度敲擊咁樣樣啦。咁啊，其實今晚咧呢個 Martin Supreme 咧最大機會應該都係 Timothy 可以贏呢個最佳男主角嘅，不過就要睇下嚟緊會唔會有咩其他嘅變化啦。因為佢賽前啊，因為佢之前咧喺呢個投票要結束之前啦，其實就出席咗一個嘅節目啦。咁啊，其實係同阿馬修麥康納希一齊嗰個 chit chat 咁樣樣。咁但係咧，佢喺嗰個會嗰個節目上面咧就話即係自己就冇興趣演呢個芭蕾舞啊、opera 呢啲啦，因為覺得咧呢啲節目已經係冇人睇啊咁啊。咁啊，結果咧去到頒獎禮嘅呢個投票截止之後咧，就事件就開始發酵咯。咁但係其實咧真係要投票嘅咧就已經投晒票噶啦。咁啊，似乎對佢嗰個正式嘅影響就唔太大。最大嘅影響反而其實可能係罪人們會唔會因為呢個英國電影大獎嘅嗰個粗言穢語事件而影響到佢多咗人投票咁樣嘅啫。咁啊，依家就呢度就厲害啦。係呢個安妮夏菲惠啊，同埋前呢個
科嘅總編啊 Amy Hammer 咧就上台一齊頒獎啊！咁啊，其實佢哋當然係宣傳嚟緊會上映嘅呢個穿 Prada 的惡魔啦，咁啊第二集咁嚟緊就會上。咁佢哋就頒呢個最佳服裝指導啦。咁啊，其實咧今年嘅最佳服裝指導咧係非常之離奇地咧係有阿凡達噶啦，即係我真係唔明啊！一套係動畫咁樣嘅嘢，點解會有？睇下先，我揾翻個服裝指導嗰個先啦。係啦，咁居然有呢個提名啦。咁啊，我講下個提名名單啦。有《阿凡達3》啦，《科學怪人》啦，《哈姆尼特》啦，《編造之才》同埋《罪人們》嘅。咁呢度咧，應該嗰個大機會咧，似係《科學怪人》多啲。嗱，真係啦，咁啊，結果係科學怪人咧贏出咗呢個最佳服裝指導，因為之前咧賽前其實佢喺呢個美術工會同埋呢個服裝指導工會其實都有贏過類似嘅獎啦，咁所以佢嘅機會係比較大啲，而且佢嗰個嘅戲服嘅變化係亦都比較大啲。嗱，我之前咧就做咗個10個獎嘅預測啦，咁啊當時就冇講到服裝指導啊、美術指導呢啲嘅項目嘅。咁但係咧，我頭先即係我之前預測過嘅女配角啊，同埋最佳動畫咧，其實都係中咗噶啦。跟住就係最佳化妝與造型、髮型與化妝啊，咁啊提名嘅包括咧有國寶啦，咁係日本電影啊係第一次有提名呢個最佳髮型化妝嘅啫，跟住仲有科學怪人啦、罪人們啦、重擊人生啦，同埋 The Ugly Stepsister 嘅。咁啊，其實咧國寶嘅機會係比較低少少嘅，因為始終咧佢呢度咧大家鬥嘅咧，似乎都有一啲同呢個特技化妝有關嘅嘢。嗱結果真係啦，科學怪人咧係贏埋今次嘅呢個最佳髮型化妝獎嘅。咁始終因為咧呢啲嘅獎項咧，除咗係即係你有比較吸引人嘅一啲嘅化妝之外咧，亦都係需要同呢個特技化妝有關聯多啲咧，係會容易得獎多啲。咁今晚科學怪人已經贏咗第2個獎噶啦。嗱，而家咧就有5位嘅演員就上咗台啦，包括咗哈姆雷特嘅男主角啦，跟住亦都有癲才家族嘅貴婦帕德魯啦，有一戰再戰嗰個阿女啦。亦都有罪惡嘉年華嘅男主角啊，同埋罪人們嘅最佳男配角提名嘅，咁亦都全部上晒台啊！咁應該而家係頒咩獎咧？我睇下先。而家應該係頒咧奧斯卡咧今年新增嘅一個獎項啊，就係最佳選角獎啦。咁啊，呢個咧係其實幾年嚟咧就奧斯卡喺度爭取，即係工會一路爭取想要加呢個獎啦。咁其實香港觀眾或者可能未必知道咧，其實選角係非常之重要，尤其咧喺荷里活製作入邊咧，選角其實係靠晒最佳一啲選角導演啦，喺海外又或者唔同地方咧揾一啲嘅 casting 翻一啲人翻嚟，先至可以有一個咁好嘅組合。咁今次咧，就係即係破天荒第一次頒呢個最佳選角啦，將會係史上首位獲得最佳選角導演嘅人馬就出現啦。咁啊，今年嘅5個提名咧，就係分別就係哈姆尼特啦、癲造之才啦、一戰再戰啦、罪惡嘉年華同埋罪人們嘅。咁好有趣嘅咧，就係巴西電影啊，罪惡嘉年華咧，其實都有選角導演嘅。唔好閂佢門啦！
咁啊，又怪力庫柏德度揭曉究竟邊個攞啦？最後係一戰再戰贏出咗今次第一次嘅呢個最佳選角獎。咁其實真係一戰再戰其實都係另一個即係比較大熱嘅之選嚟嘅。其實一戰再戰，如果你話選角贏出啦，其實都好大機會，可能喺一啲嘅演員獎項上面都會有機會贏出。咁得獎者都話啦，其實佢哋呢啲嘅角色咧比較少喺觀眾面前出現啊。咁今次咧可以喺奧斯卡呢個頒獎舞台上面贏到第一次嘅呢個最佳選角獎，係一個好大嘅肯定啊！跟住佢都希望導演Paul Thomas Anderson 都可以攞第一次嘅奧斯卡啦。咁因為其實PTA 咧之前都係提名過3次最佳導演啊，今次係第4次啊。咁啊，但係一直都未攞過獎。但係其實咧，佢係喺歐洲嘅所有嘅影展咧，都係贏過晒所有嘅最佳導演啊。反而喺自己本土嘅呢個奧斯卡就未贏過啦。咁啊，大會而家亦都去廣告，我哋都唞一唞。跟住落嚟咧，就係頒發最佳短片啊。咁啊，今年嘅最佳短片咧，其實好多都可以喺網上睇得翻。咁啊，提名名單咧就包括咗呢度 Beatrice Stain 啦、Friends of Dorothy 啦、Jane Austen's Pearl Drama 啦、The Singers 啦、Two People Exchange Sloth 啦。咦，今次嘅最佳短片佢話係有2個喎，即係咁啊！而家就係公布咗第一個得獎嘅就係 The Singers 啊！呢度 The Singers 咧係喺 Netflix 係可以睇到噶。第二個就係 Two People Exchanging Slavery 啦。咁啊，呢度係一套黑白嘅短片嚟嘅。哇！呢個真係從未試過喎，奧斯卡以我印象中，即係近啲20年嚟頒獎都未見過有平手嘅情況出現。我冇印象，真係。你哋有冇印象有邊一次係出現過平手嘅機會啊？嗱，根據記錄咧，原來喺呢個2012年嘅時候咧，曾經喺呢個最佳聲效剪接咧，都係有一次嘅平手嘅。當年咧就係呢個 Zero Dark Thirty 咧，就同呢個 Skyfall 咧都係一齊攞咗呢個最佳音效剪接嘅。咁啊，再數之前咧已經去到1994年噶啦。咁啊。都係短片，咁啊，所以都係贏過最佳都係2套一齊贏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再大啲嘅獎，譬如影帝啊、影后咧，已經去到1968年啊、1931年呢啲情況咧，先至曾經出現過係平手嘅機會嘅啫。咁啊，即係唔係完全未試過嘅，我呢度要更正翻大家，係啦。咁啊，而家就頒呢個最佳男配角啊。咁啊，我講下提名名單先啦。首先就係一戰再戰入邊嘅Benicio del Toro 啦，跟住科學怪人嘅 Jacob Elorza 啦，跟住就係罪人們嘅 Delroy Lindo 啦，一戰再戰嘅 Sean Penn 啦，跟住仲有就係情感的價值嘅Stellan Skarsgård 嘅。咁其實之前咧，情感的價值咧已經係金球獎贏咗最佳男配角噶啦。而罪人們嘅 Delroy Lindo 咧，其實係之前喺其他頒獎禮咧都從未有過最佳男配角提名嘅。反而咧，新潘咧就喺之前就贏過呢個英國電影大獎。奧斯卡最後頒俾哇嗱，新潘係冇嚟到噶。咁啊，其實咧，新潘係贏咗最佳男配角啊。咁啊，其實佢之前咧已經贏過2次最佳男主角噶啦，分別就係憑呢個邁克時代就贏過1次啦，跟住亦都憑住緣河殺機咧，亦都贏過最佳男主角嘅。今次係佢第一次最佳男配角嘅提名，然後係得獎嘅。咁其實佢之前賽前已經講咗，佢係唔會嚟奧斯卡嘅。咁啊，改編劇本嘅提名名單就包括咗《暴風利亞》啦、《科學怪人》啦、《
哈姆尼特啦、一戰再戰同埋鐵路夢影嘅。咁其中咧，暴風尼亞咧就改編自韓國嘅電影啊，救救地球。跟住科學怪人就當然係由原著呢個科學怪人改編啦。哈姆尼特咧亦都係有本小説嘅。咁我自己係賽前我自己係覺得係應該會似乎係一戰再戰贏嘅機會大啲。咁但係其實本身都算係幾大競爭嘅一個獎項嚟，因為幾套戲都 OK。除咗暴風尼亞啦，我自己覺得佢冇乜點改到。咁啊，結果真係啦，一戰再戰咧就贏咗呢個最佳改編劇本啦。咁係 Paul Thomas Anderson 咧，應該係6次提名之後咧，終於都贏一次嘅呢個贏到第一次嘅呢個劇本獎啦。因為之前咧已經有3次提名最佳原創劇本，3次提名最佳改編劇本啦。今次係佢第6次提名，終於都贏啦。咁會唔會今次就會同上年嘅Stormbreaker 一樣咧？咁啊連續贏幾個獎咧？因為上年咧Anoa 咧 Stormbreaker 係贏咗最佳剪接啦、最佳原創劇本啦、最佳導演同埋最佳電影，咁佢贏咗4個獎嘅。咁今次如果Paul Thomas Anderson 咧，應該就可能會贏到最佳導演啦，做埋佢自己有份監製嘅最佳電影嘅，都有好大機會。其實今年係佢第14次提名奧斯卡啊，只係第一次攞獎，因為咁勁嘅一個導演，居然係咁耐先至可以攞到第一次奧斯卡咧，都真係幾離奇。咁啊，如果大家睇緊電視咧，其實而家咧係羅伯唐尼同埋 Chris Evans 咧喺台上度做緊呢個頒獎嘉賓。咁啊，佢哋其實當然都係要宣傳呢個嚟緊年尾嘅 Don't Stay 啦。咁跟住佢哋喺台上咧就攞住條銀色底褲喺度玩。咁我哋亦都講翻個提名名單先啦。咁啊，最佳原創劇本提名名單包括咗咧 Blue Moon 啦。咁呢套戲其實今年咧就有2個提名嘅，就係包括最佳男主角同埋最佳原創劇本。跟住就係純屬伊朗意外啦。咁而純屬伊朗意外亦都有提名最佳國際電影嘅。跟住仲有就係編造之才啦。咁啊另外亦都係呢個情感的價值咧，亦都係外語片提名呢個最佳原創劇本嘅。仲有就係罪人們啦。咁啊其實編造之才咧本身個古仔係 base on 一個嘅美國嘅乒乓球手啊。咁同埋從佢嗰本嘅嗰本自傳去改編嘅，但係因為佢嘅入邊其實好多嘢都係原創嘅，咁亦都唔算係從嗰度攞靈感啦，咁所以佢都係當係一個原創劇本咁去提名嘅。原創劇本咧，我自己就估係罪人們贏嘅機會大啲嘅。咁因為本身罪人們嗰個劇本係比較複雜嘅，因為佢除咗包含咗關於即係恐怖元素之外啦，亦都有一啲嘅種族歧視等等問題放喺入邊。咁啊，結果真係由罪人們贏出咗啦。咁同樣啦，導演係今次嘅成個編劇之一嚟嘅，佢亦都同時提名最佳導演啊。咁亦都可能會同 Paul Thomas Anderson 可能Paul Thomas Anderson 咧，可能一齊爭呢個獎嘅機會好大。咁啊，而家到佢又贏翻一仗啦。咁啊，今次其實唔係第一次黑人攞呢個最佳嘅原創劇本㗎啦。咁之前咧，其實 Get Out 咧就攞過一次，都係黑人攞呢個最佳原創劇本嘅。咁啊，佢係第2位贏得呢個最佳原創劇本嘅黑人啊，可以話係。咁所以都係幾激動嘅，即係對上一次已經係 Get Out 咯喎，咁啊再之前係冇出現過，咁其實都係幾大嘅榮譽嚟㗎。咁而家嚟緊咧就會係呢個懷念環節啊。咁而家Billy Crystal 就上咗台，咁佢係悼念早前逝世嘅導演啊。就係悼念緊之前逝世嘅 Rob Rooney 啊。咁之前因為咧佢同佢太太啊 Rob Rooney 同佢太太咧就喺家中就係應該俾佢哋個仔殺咗嘅。咁所以依家 Billy Crystal 就喺台上就係悼念呢位佢一齊合作過好多套電影嘅好朋友。
咁啊，大會就揾咗咧同 Marvin 有合作嘅好多嘅演員一齊上台啊。咁啊，亦都當然有米奇賴恩啦、Demi Moore 啦。咁大家都係一齊悼念呢兩位，因為佢太太其實都係攝影師嚟嘅。咁啊，兩人其實就係喺家中就被殺啦。咁啊，呢件事都幾震驚嘅當時都。咁跟住就係大會嘅呢個悼念嘅影片啦。我哋呢度大家睇一睇個，到時大家睇一睇個熒幕啦。我呢度就瞄咗自己先啦。咁啊，而家咧就係呢個 Rachel McAdams 就上台啦。咁啊，佢就係個介紹一啲咧過去呢一年逝世嘅演員。咁啊，片段其實就播緊戴安基頓啦，一個導演兼女演員啦，跟住再有之前好著名嘅呢個 Catherine O'Hara 就係都係喺今年就逝世啦。咁大家都知佢係Home Alone 嘅媽媽啦，咁亦都係即保護自安生入邊飾演媽媽噶啦。咁其實跟住落嚟咧，就開始係播翻一啲片段係逝世嘅演員啊、songwriter 啊，唔同嘅 category 嘅人。咁今年呢個做法都幾同之前唔同嘅。咁其實過去咧就係用播影片嘅方式嘅啫。今年係都算係幾特別地揾咗一啲嘅演員上嚟咧，就介紹一啲重要啲嘅人物嘅逝世啦。咁究竟會唔會對於有啲人嚟講，可能係一個即因為有啲演員都可能真係幾值得大家去痛心佢哋嘅離開嘅。咁呢度亦都見到有維基馬啦，羅伯杜華啦，都係比較都係好重要嘅演員啊！真係羅伯杜華都係今年逝世嘅添，早一個月嘅啫。跟住有羅伯列福啦，其實我哋呢一年都失去咗好多好重要嘅演員，真係。咁我哋呢度見到芭芭拉史翠珊就上台，就會都係一齊去悼念一下唔同嘅演員啊！呢度係第3 part 啦，已經。似乎今年嘅奧斯卡對於呢一 part 都幾重視啊！咁佢當然係要介紹同佢一齊合作呢個合作咗好多次嘅呢個羅伯列福啦，俏郎君啊，呢啲都係非常之經典嘅作品。羅伯列福其實都係非常之重要，喺影史上面非常重要嘅，因為佢係開發咗新丹斯電影節呢一樣嘅對獨立電影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獎項啦嘅一個電影節啦。跟住佢其實亦都係導演啦、演員啦，佢其實從未攞過男主角獎嘅，但係佢係攞過最佳導演，就係憑住呢個普通人啊 Ordinary People 攞過呢個最佳導演。呢一 part 都幾感人啫〜